醫療券咧，目前喺我哋中山市呢度係中山陳星海醫院同埋中山市中醫院可以用嘅。佢嘅額度唔高啦，係咪？所以都係做一啲預防性嘅、治療性或者康復性嘅門診嘅服務會比較多啲。所以你哋會睇到唔同嘅產品，佢係針對唔同嘅範圍去做報銷嘅。我哋睇下佢個就醫流程。譬如話你哋去門診就醫，大家睇到我哋拍嘅一個實景圖，呢個就係我哋陳星海醫院現場嘅一個醫療券嘅諮詢服務。大家過咗嚟之後，譬如你去現場掛號或者線上 WeChat 可以掛號啦，咁你持有呢個券就可以喺我哋嘅確認處嗰度，你要確認你自己開咗醫健通戶口，首次要建檔嘅。咁呢個時候你去人工報到處進行分診，去到相應嘅診室，主動同醫生講你要用呢個香港長者醫療券支付就可以啦。咁喺支付窗口嗰度，你有效嘅香港身份證、就診號、處方單同埋檢查相關嘅證明，喺門診收費處個專窗嗰度表示你要用醫療券支付就可以啦。